启明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时声直播。知名的文学家叶石涛呢，对于我们台南曾经有过一句名言，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那他这句名言就是说，这是个适合人们做梦、干活、恋爱、结婚、悠然过日子的好地方。那么这句名言呢，也让前台南市长赖清德在执政的时候呢，将这句名言来引用为作为建设大台南来成为宜居城市的一个目标。好，那么到底呢这个目标有没有实现呢？台南市真的是一个宜居城市吗？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民众们，是不是能够在台南好好的成家立业、过日子、买房子、过好生活呢？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2位非常具有代表性非常专业的不动产跟房地产的专家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现在呢，就为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做个介绍。好，那我们首先要为大家介绍这位是台南市大台南不动产开发公会的詹雅亮理事长，欢迎您。主持人好，大家观众好。好，那第2位呢，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位是台南市不动产开发公会的郭建志理事长，欢迎。主持人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哇，我今天可以一次访问到2位专家，我都是不动产方面的理事长，真的很不容易，可以同时邀请2位来上节目但是大概就是可能一般都会对恁2位较不熟悉，因为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投资房地产的大老板啊，一向都是非常的低调，所以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要请2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们，还有你们所属的公会有什么样的服务好，那我们先请詹雅亮理事长。好，谢谢主持人。公会的成立的性质那个台南市大台南不动产开发商业公会我们是依据商业团体法规定，在民国81年6月13号成立在案。那公会成立的目的，最主要就是增进同业间的公共利益，对，促进房地经济市场的发展，提供同业间资讯交换跟经验交流的平台。那作为会员跟政府间的沟通桥梁，维护会员本身的权益，为提升良好经营环境来打拼对，其实本业朝向永续发展。那我们知道说那个詹理事长，你已经连任2届理事长，第9届、第10届都是你做理事长嘛？你现在内底的会员有多少人啊？我们从105年度的383家，那是我接手的时候了。是。再来106年度417家，哇！107年度476家，108年度502家，大家109，到目前为止532。532，哇，都是累积的一直成长。那成长的很多对，所以这代表说你们会员越多的公单的房市是越热络，对不对？那是公会的理监事的努力，还有会员先进的这个配合，以及历任的这个荣誉理事长我们前面有4、5位历任的前任的理事长，大家共同努力的啦那詹理事长，您本身就是一直都是从事这个建筑还是不动产方面的吗？民国70年进入这个房地产市场，就开始进入了。对，所以很不简单。到后来这样子现在还连任的理事长代表说我们詹理事长在这方面真的是一个权威啦好，那另外呢，我们大家刚才听到我在介绍，就是说一个是台南市大台南不动产开发公会，那另外这一位是台南市不动产开发公会，那到底2个公会有什么不同呢？基本上这个是在县市合并之后。那所谓的台南市就是只有1个而已，对就没有台南县。原本有台南县跟台南市嘛，那因此目前台南市就依然沿用台南市开发不动产这个名称。对。那我们因为是台南县已经没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台南市大台南。所以我们以前是原本台南县的部分的范围这个会员公司。哇！那现在其实两个公会都可以互相到我们以前的台南县，现在也可以到台南市来盖。
都没有，大家会互相配合，所以其实配合交流都有啦，哈，对啊，因为毕竟就是县市已经合并了嘛，哈。那我们知道，这个詹理事长这个工会呢，成立应该这样算起来是28年左右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台南市这个不动产开发工会这个更久哈，好像已经有37年了，对不对？对，37年。对，那理事长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台南市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是在民国72年的时候就成立。对。那因为当初刚开始成立，也是全台湾，大概是第四个还是第5个成立的工会。那以前因为没有业必归会，所以工会成立比较没有吸引力。那一直到后来，大家全省有在联系说，最好大家要成立一个工会，最起码有一个平台，可以让业者和政府单位在沟通方面有一个桥梁，然后有一个对一般民众也好，还是对我们业界的同业的业者，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管道和政府单位去沟通它的条文。因为现在目前，政府单位定的一些法律条文都是一般业者，一般的学者在主导。那对业界方面有很多需求和事实上的困难他们比较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有时候定一些规则出来，我们业界很难去执行，所以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来和政府单位有一个沟通的管道，然后大家互相来讨论，这样比较不会造成一些大家配合上的不适当，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利益。对，所以是真的有这个晨会的必要。对，好，那理事长您本身也是很早就投入这个不动产方面嘛？我是，我的公司是成立十几年了。那因为是我爸爸，他当初他从30-40年前就开始有在做房地产。那我回来以后，我也是做相关行业。然后后来我爸他要退休以后，我想说，我就另外再组了一间公司就我爸爸的建设公司，我继承下来，然后我就另外再做了一间，发扬光大，再开一间，再开一间，对，所以就是也都做得很好，所以这2位可以当理事长真的不简单好，那我们知道说呢，其实这个房地产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个主题嘛，大家希望说可以好好的了解，然后尤其是咱台南市民希望说，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可以多吸收到一些有关房地产、不动产的资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在这边真的是过这个宜居的生活、乐活的生活啦那我们知道说房地产其实就是经济的算是火车头嘛，然后但是房地产也很容易受到影响，比如说金融海啸啦，或者是说战争等等，这个可能就是会有问题。那另外现在就是这个 COVID-19 我们这个疫情。还有这个现在美国这个总统大选，让两岸关系又很紧绷，再加上现在呢，可能我们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啦，或者是说一些台商回流等等一些因素，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目前的房市呢？我们先请教詹理事长。虽然目前台湾仍然处于新冠肺炎的这个威胁但是我们政府处理的防疫工作非常得宜，所以疫情也没有什么扩大蔓延，加上政府全面启动推动这个振兴3倍券、安心旅游方案，使消费人潮明显回流，而且股市表现也非常亮眼，这刷新了30年来的新高点。同时，政府持续推动加强公共建设计划及编具纾困的这个振兴特别预算，持续推动纾困新建振兴工作，以稳定景气的效益。国内经济情势稳定，加上低利率、资金充裕，台商回流，这个自产投资，还有本市近来有几项重大的建设推案，那使本业永续发展及提升台南住宅市场需求，挹注了一股活水，让本市未来的房地市场景气有越加蓬勃发展的趋势。那主要的这个台南市的重大的建设个案像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要争取国道1号交流道的计划，已经获得交通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审查通过，也在2025年完工。距现有的永康大湾跟仁德交流道，未来进出台南又多了一个分流途径的选择。这样是提供市民便利性及缩短城乡差距。第二，台南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也启动招商，也有将近200多位的厂商来报名。这是由科技部国研院规划新造，以建制绿能科技研发平台，引进学界跟法人单位来进驻为主要任务，也是依据2020年第4季开始营运，未来发展值得期待。OK。对，哇，所以照我们詹理市长这样讲的话，其实你很看好我们未来台南市的这个房市，对不对？那是一定的。对啊，因为所以它有受，就是你这样的分析，就是说，它有受到我们这个有一些重大建设啦，跟一些交通的开发的影响，对不对？好，那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目前国际的局势嘛，我们要请教郭理事长，那可能现在美国总统大选，或者是说我们台海两边的这个局势很紧张等等，它会不会影响到房市啊？我们基本上房市就是不动产市场的影响，最主要还是在内需市场，在内需的部分。所以主要我们最怕的影响就是景气关系了。景气如果台湾景气不好，那当然势必会造成我们的影响。对，那你说美国景气好不好？还有大陆。或者是全球的关系。如果说真的是战争的关系的话，房地产是一定崩盘嘛，经济一定崩盘。对，所以这个势必都会受到影响。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大家为什么都还一致这么看好？因为已经喊狼来了，已经喊很多次。对，然后大家已经有一个也会怕，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资金行情，对，我们台湾现在因为低利率，所以它一些海外资金都有进来，尤其台湾人基本上他是有钱的，他一些国外在海外的资产他会汇回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台商很多都回流了，然后在国外的投资的也都回流，所以他资金回到台湾的话。他势必会找地方投资，他不可能一直放在银行里面。银行现在钱很多，对，所以他现在很低利。低利的话，你投资管道目前来讲，台湾真的是没有很好的投资管道了。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有就是房地产。对，那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房地产的偏爱就是有土斯有财，所以。基本上大家会去想要投资房地产，那房地产你只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商品的话，对，它不是炒不炒作的问题。为什么股票市场它一直涨的时候，你政府不去打压股市行情？你房地产也是一样的，房地产它因为你资金充裕，它投入了，那你政府应该是要去辅导，不是要去打压，不是动不动就去打房。因为你要去辅导，因为很多年轻人或者是无壳瓜牛，他们在讲一些话，我就觉得有点比较不恰当。就是说，你政府，我就觉得你应该去扶助一些有需要、没能力的人，他没有房子住，你可以用国民住宅方式或者怎么样，只租不卖，对，去辅导给那些年轻人去住，对，不应该去把。一个正常营运的商业行为的市场去把它打压下来，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一般人很不公平。因为台湾人说真的，我们的房地产就是家户房地产持有率有高达80-90%以上。有这么高？家户，所有的，所以你一打房，你把房价打下来，受灾害的不是只有一些。有钱人是所有的人，你的房子有房子的人都受影响，哇！所以这个东西你基本上是很严重的行为，而且房地产它是火车头工业，房地产它造就的周边的商业行为，还有工人，还有上下游厂商，非常非常多。对，所以你一个行业你要把它
拉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带动下面很多下游产业的人，他的生活都能好。我们的为什么房地产最近呢会涨价涨那么凶？第一个工资涨价，工资涨价涨非常多，然后就是你有钱也请不到工人，这个是影响非常严重。就是因为工人比较少，所以工资一直涨。工人越来越少，而且大家年轻人也不喜欢做工，这个，所以政府应该想办法去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开放外劳也好，或者是说请一些熟练工啊，因为我们业界也一直有在想去努力跟学界去配合，去引导学生来学习工地的事务，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成功。就是为什么？我们付钱跟学校配合，你学生来学，我们请板模工，请钣梯亚钢去学校教你们，你们学费不用我们付。然后你们就去学习，然后工地让你们来实习。你们学会以后，你们来一天工资2-3千块。对。问题是学到毕业，30-40个学生学到毕业，没有2个人要做。因为干嘛学过辛苦吗？所以现在真的是也有很大的影响。板模从我们那时候，从5年前是板模一平，迄阵才得伫个6000几块，今嘛一瓶要13000几。哇，去一杯超贵呢。我们的价格还有混凝土，那时候3000磅的一桶才得1650，1600左右，1600左右，现在要2300、2400。哇！所以我们所有的成本都提高。对啊，提高它所以没有办法，势必造成要。那个房价会增高了，尤其是最主要的成本是土地，土地价格已经涨到我们真的快要不能承受了，都是一些大型建商进来在买地，对了，因为炒土地。台南是目前全台湾大家都看好的地方了，因为台南现在台积电的效应，还有我们像刚刚詹理事长讲的，对，在那个高铁绿能区那边，有一些重大建设，那大家一直看好，因为台南大家都一直想，台南就是以前的新竹科学园区做得非常成功，那台积电它已经要往南移，对，台南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尤其南科现在又扩编，对，所以以后人口势必会增加，所以大家都看好台南，对，所以外地。不管北中南，全部到高雄，全部建商都进来台南抢地，都进来台南哦，都进来台南抢地。哇，所以不只是我们台南这边的建商，就是连外地的都看好，跑来这边盖房子就对了。全国的建商都来这里攻城略地啦。所以可见就是我们台南市这个真的是行情抗涨，竹科效应，再加上现在的南科的产值也已经比竹科高，对南科的腹地也比竹科大很多。所以它的未来性是可以期许的，那所有建商就几乎都来。对，那刚才像郭理事长讲的，金马利公为什么房价会飙高？包括说这个工资啊，人拍卡工资高，然后建材也起很多，然后土地又被炒得那么高，所以当然你们要买房子房价就是高嘛。可是刚才你们也谈到说，因为现在就是台南有这个南科。然后因为就是像台积电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效应，那带动可能后续的一些发展，很多人来这边工作啊，那他可能也需要买房等等，所以公馆得弄招来加基础嘛。但是问题是他盖的房子啊，它的价格合理嘛？然后是不是符合说我们现在台南人的需求呢？以目前来讲，全国的这个习惯性的购物需求啦，其实大部分都是刚性的。也就是说，以现在你看过去我们的市场上的产品有70-80坪的、80-90坪的、120坪、150坪。对。那以现在这一年这2-3年来，产品的趋向都一直变成2房3房为主力。所以2房就是20几坪，然后3房大概30几坪，都是比较小的。对，都比较小。所以这些真需求性这样产品的人。大概就是首购族的比较多，对啊，因为比较没钱嘛，对不对？对，所以会变成这样。其实这一点对政府来讲也是好事啦，因为我们也致力在照顾一些真正需要买房子的人，
所以现在这1、2年，属于比较中大坪数以上的，目前比较少。比较少，所以台南目前比较多都是那个20-30坪、30-40坪的然后让那个首购族可以有钱、有能力去购买。对，没错。对，所以郭理事长，你的看法也是这样吗？基本上相同，因为我有一部分呢，因为我是觉得说，房子在我们来讲是商品。那商品的话，因为一定会有市场需求。对。那市场需求目前的趋势是什么样，我们就会去设计怎么样的产品。那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因为价格涨起来，所以以低总价为主的产品是目前市场接受度最高的，就是低总价。低总价的。你所谓低总价，一种是单价低，一种是坪数低嘛。那你年轻人刚来的时候，他买房子，他不可能买太大。对，所以他买小的房子，然后总价低，他可以接受的房子，所以低总价是目前2、3房最好买。大概价格都落于哪里？价格价格大概都400-500万。400-500万那算是比较低的。对，就是因为你一坪如果在20出头万，对，那在20出头坪大概就500万左右，那再加个车库大概600万。现在目前南科附近这个产品是算好跑的。好卖的，然后它算是透天的嘛，对不对？不是，也不是透天，我还要大楼，透天就没办法。透天现在要1000万以下的透天都只能在3线地区了。3线地区才有这种价格。对，因为你不管是永康、台南市，包括安南区，就是比较靠市区的安南区的还有像什么永康啊、仁德啊、归仁啊，这些你都已经看不到。1000万以下的透天的，基本上不太哇。那一般在买大楼的话，还要再买个车位，对不对？对，所以基本上现在这种房型是最好卖的。那这个就是市场需求的影响嘛。那你说有没有投资客？我们不会演，因为这种房子我如果要投资的话，我也买这种房子来租人。就是租给工程师啊，或者一些呢，所以他还是会有他们的投资的人会喜欢的，因为既然是商品，就不会可以让人家投资。只是我们我再重新讲，强调一次，就是说，政府最近在讲要打房，最主要是红单炒作的问题。那对于红单炒作，基本上我们工会本身我们也强烈的建议不要去红单炒作，因为这个东西和我们建商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它是有一些代销业者或者一些炒作手法，他要让人家他有就是大型建商有一些上市公司或者是一些那个代销业者嘛，他要造成就是他要卖房子，他要有一个话题，制造话题。对。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赞成的。而且这个东西对政府来讲，它是比较没有办法去收取到税金，所以政府也不喜欢。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强烈的也要求我们的会员，大家不要去踩这个红线。因为这个是对大家都很不负责的行为。对，哇！所以你们在推出这个建案的时候，其实考量就是说，目前市场的需求是什么？大概它该一倍，房型你们就会特别去做那个设计嘛？理事长？对，但多半是以这个为导向其他还会考虑什么？一个市场的产品，它的可能是多元化，有些要盖小坪数，有些盖大坪数，有些盖中型坪数，有些盖透天，有些盖大楼。所以说，以刚刚提到的所谓，以台南市区现在要找透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地价动辄50-60万、70-80万，有什么可能去盖透天？对，所以相对的把透天的市场慢慢挤向，连包括安南区还少部分还有，那甚至是到以前的台南县的柳营安定像这种这个新市地区在过去慢慢的往这个以前的这个所谓的县级的这个城市去，这个去找透天，去找透天。那大楼目前在台南市已经是没有办法，了，都只能盖大楼，只能盖大楼，没有办法盖那个透天厝。那透天也可能在台南市区我也做贵啦吼，拢要2-3千万哦。
那相对于其实我们以台南来讲，跟6都来比较，是台南是6都里面这个房屋的价格啊，还是属于最低的。我们甚至比新竹的这个单价都还低。那新竹是因为有就是竹科嘛，它的效应嘛，所以未来也是因为这样子，大家非常全国的这个开发商都对于台南这个区块非常的有兴趣，是这样子来的。对，好，那就是说，可能房价因为种种刚才2位理事长讲的原因没办法再降啊。你跟咱少年人大概嘛是讲，希望可以成家立业啊，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那可是问题现在薪水又那么低，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薪水低还是可以买房子吗？所以是不是请2位理事长可以给我们的这些比较年轻的朋友、首购族等等呢一些建议啊？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买到自己的房子？这个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分成2部分来讲，一部分就是说消费者本身自己要从比较低坪数的这个去着手。对。那因为现在的利率也都很低，所以我们希望政府的配合，就是我刚刚讲第2步，政府的配合延展30年以上，甚至到40年的贷款。是不是希望政府也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忙这些年轻人？但是当然40年可能有年龄限制，也就是首购族第一个，第2个军公教，我们要帮忙是有限的，是这些人。对，在军公教跟这个首购族的，那年龄是不是定在一个说不能超过36岁？因为你加40年就76岁了，所以要算好。我想要问你为什么36？50岁再来申请40年的第一代，90岁可能政府也不准啊。对啊，90岁也缴不出来。对，所以我想这个是2方面的啦。是，年轻人的首购也希望这个从比较低坪数的，你不要这个眼高手低，你希望住要买50-60坪的，那当然不可能。然后这边缴不出来。从比较小坪数的，然后慢慢的用着现在的低利的环境那再缴，对，那政府来配合，这样是对方式。对啊，就是先买自己能力买得起的，不要说自己付那个贷款的付到做艰苦，到时厝个没了个没厝，对不哈？所以郭理事长的建议也是这样嘛？基本上相同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尤其低利环境来讲，目前为什么台南这些房子尤其南科附近就是上化、新市附近的房子，几乎一推出都会马上很好卖掉，因为台积电下来以后，他带了很多工程师下来。那以前早期来的工程师，他们刚刚过来的时候，他们都会想要租房子，尤其像一些刚毕业的。好像成大毕业的一些学生或者是什么，他们进去联电、台积电，他们说不在多少条呗，所以都行走。可是后来慢慢的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发觉房价越来越高，而且现在很多台积电下来从北部下来的年轻人，他们的因为是大人一个怎样应该在台积电，第一件事情叫他买房子，因为他们很会算呐，你起码买一间厝了，你不管多几档、多2档、多3档，反正你缴租金就好像在缴贷款一样，你顶多你离职了，你真的要离开台南，你再把房子卖掉，基本上都不会赔钱。其实还可能会赚钱，非常有可能。所以基本上现在年轻人下来，第一件事就先找房子，他要买房子，他不是用租的行为去做的，所以这个也是消费行为的一种改变，也是对我们台南一种认定。所以年轻人不是说买不起房子，我觉得就是消费行为的一些自己要去思考。一间房子买下去，它是永远的，因为它是不动产。对。可是很多年轻人他愿意拿钱去买车子、买机车、买一些汽车，会消耗掉了。可是那个汽车你开了5年，它已经没有了。5年、8年以后，那辆车的产值已经剩不到多少钱。对。你把那些钱拿来买一间房子，你就算10年以后，那间房子不一定还能赚钱。所以这种是一种消费行为的一种不一样。所以有些年轻人比较还是喜欢玩。所
所以他没有想要去自产，没去想。那以前我们老一辈的就会比较喜欢自产，所以台湾的房自有率才会那么高了。你包括美国、日本都不可能那么高。唯一中国人真的是喜欢买房子的一个族群。对，那其实真的买的后续，不管是自己住还是那个要卖掉，都是会赚的。一看这个行情的话，哇，这样听起来的话，其实我们台南市是非常值得来买房子，在这边定居宜居城市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说2位可以当到理事长不简单，你们自己的建设公司所推出的这个建案应该是非常的优，非常的棒，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展理事长，您本身你们做的建案大概有哪些？然后哪些可以给我们观众朋友做个参考？好，谢谢。我们公司目前的推案大概是柳营六甲、上化、新营、永康。都有这么多，都有，因为都是透天为主了。所以你主要是盖透天的，对，大部分。那大楼也有，就是大概在明年吧，我们会推出在永康。对，永康的地方要会有在大楼所以你们目前像你们自己的建案那个透天呢，在这些地方的价位大概是都多少？刚刚我所提到就是像安定、柳营这一类的，大概在700多万、800万，目前是还可以有。是所以现在目前那边的案子，我们推出的话，反应都还算都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台南人很喜欢买透天，对吧？然后还多套地，所以才比较偏向到这个以前的台南县的一些乡镇地区，才有可能有这种价格。你要包括你新营来讲的话，现在要下1000万也很难。对，那个新营都这样子。对，哇，所以令进前上出来，现在建案其实都是销售的状况都非常的好，目前都很好，所以未来就是可能朝向比较较市区的所在，令的开始要起这大楼的部分对，如果是集中在市区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像新营现在也都开始在盖大楼了。大楼产品也开始出来，是，那郭理事长呢？你除了继承爸爸的，还自己那个创业，所以你的建案大概都是做在哪些地方？我目前我的建案还有一场在那个北区。离我们公司很近的，连国中那边那个就比较高级的。对，比较贵的豪宅，豪宅，对啊，这个现在北区要找到地点一定是豪宅。那时候用的比较用心设计，还有规划。那边房子那一批也盖了3年多，盖的，对，那全栋钢石的透天的，所以单价比较高。可是就你们来讲如果说单价比较低的跟单价比较高的，哪一种会比较好好做好卖？这一定是比较低的比较好卖，但是赚的那个就是赚就不一定，你时间久的话，你基本上周转率来讲是不划算的，所以我做那边是基本上是不会赚钱的，只是做一个品牌，一个品牌一个代表，算是一个代表作。对，所以盖那个不赚钱的所以盖豪宅其实主要就是说，我可以打造出这么棒、这么漂亮、这么有品质的房子，对不对？我的建案这么棒，然后其实这个建案就变成你们代表性，然后后续你们盖的房子，人家就会觉得有品质保障，对不对？塑造品牌塑造品牌这一块，对，所以其实就对你们不动产来讲，塑造品牌是很重要的。当然，对，所以你们一直很致力于这样。好，那现在像如果说你们在销售的话，销售管道有哪些呀？因为现在其实像网络什么之类的也很盛行。詹理事长，你们现在都怎么销售？网络行销的方式其实已经行之多年了啦。但是你说现在的消费者说只靠网络，然后就要去下定，我看这个机会可能也不会，都要去看嘛，尤其是预售的。对，你说成屋还可以，对，那你预售的话，还是得到现场去对，多听一些了解内容，然后慢慢的去做挑选，你才有可能买得下手嘛。对啊，因为房地产的价格是高金额、高单价的这个产品，你不可能就像买一台脚踏车，或者是买一个随便的小东西，没有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了。所以一般消费者对这一点还是着重会到现场去了解所有的产品。
对，那像一般预售的话，我们看不到说，实际上哦，如果讲去都出摊看吼，你会当去注意嘛，亲像讲有的人讲，你时爱去看，暗时爱去看，落雨天嘛爱去看，看该流水无？啊，但是如果是预售的话，你是不是建议观众朋友应该预售的时候应该问什么，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注意的啊？比如说这样自己才可以买到适合自己的房子。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像郭理事长刚刚所提到的，第一个开始就是品牌。对。这个品牌还是必须得去过滤一下哦，因为这家公司的品牌它有历史，对，它因为这么多年来它所经营的产品，它有一定的信任度，对对，那当然从这方面去着手。基本上第一步就安心了。产品的类别，你本身你消费者自己本身喜欢的是什么样类别的产品然后根据它的这个格局种种来选择自己能够喜欢的这个产品。所以看预售屋就要注意这些。首先，其实真的品牌很重要，对不对？这个建商呢，他有没有他过去的一些历史什么？其实现在大家去网络调资料都调得到，还有使用的建材这也是他也可以去比较一下。我可以去看他之前盖过的也可以，对不对？好，所以郭理事长也是这样建议嘛。对，因为品牌在我们建商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销的目标了，就是我们。在想要永久经营的话，我们都会去维护我们的自己的品牌。是。那每个品牌它专注的地方也不太一样。有的品牌它是专注在大楼或者豪宅方面，那有的品牌它是以量取胜当然以价格取胜，种种都会有各自品牌的特点。那当然是施工方面的话，一定会有目前来讲的话，会有一定的标准基本上。你说会偷工减料倒不至于，只是说有些真的是比较没有那么内行对，就是盖起来就是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对所以不会演对。那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在预售的方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很能够真切的去了解了，这个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对。那相对的目前来讲，也是有很多的所谓的交屋达人或者一些什么，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倒是有一些太过头了啦。太过头，因为真的他是要去为了找麻烦而去挑毛病的这种行为，我们倒是觉得有一般正常的话，我们都会去处理。那有的也是会吹毛求疵的人还是有了。那当然我们还是尽量去配合客户的需求，我们会去改进。所以像我目前为止，我都还是比较没有在做那个预售，我都先建后售比较多。都是先建后售，因为我让人家看到实际的成品。对，我都比较喜欢说，我盖出来的东西，那你来看，你喜欢你再买。因为房子，我是觉得一些专家一直在讲说房价1坪多少钱，然后这个价格怎么样，我就觉得这个东西都不是。这个不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因为房子这个东西，我自己认为它是一个作品，所以每一间房子有每一间房子的特色。你就算透天的房子一排，你每一间房子也不可能一样。有时候这间有路窗，那间有壁刀，那间有上面，足多人来看，拢会不同款。所以每一间的价格一定也不一样。是。那我盖的房子，我的建材用到什么程度？一块瓷砖有可能一块瓷砖80块，有的一块瓷砖2000多。差一倍。一个马桶有的1000块，有的一个10几万。你要看你的东西用到什么程度。对。所以你一直去强调说我一坪它卖你20万，隔壁一坪卖30万，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能用这样子去比较，因为这个东西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我是真的把我的房子，我就当成一个作品在看，我就比较看鸟啦，讲台湾话讲看鸟人的有心做甲做较好。你品质较有保证啊。对就是单价高啊，本钱高人家一看伊个厝遐贵，人就无想要买所以买的大部分都是比较内行的。对。有时候也是蛮困扰的。那当然也不是说很困扰，你还很坚持吗？坚持还是要有品质，还是要有品质。他拍呗，但是你嘛爱坚持呀。嘛是坚持呀，慢慢啊呗。慢慢啊呗，对。
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大部分的建商我觉得都还是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台南我很自豪，我们台南市的建商啊，我们在地建商，在全国来讲的话，都东西重要就是说我们的建商对待客人都很好，对，那也可以做好人客。因为外地建商工会来台南参观，他很喜欢看我们的透天房子。他说我们台南的房子靠可能起价呢，因为外地他们不会要求到这样子，可是我们台南的建商会去要求。对，所以是我们台南是蛮自豪的。我敢说，我们台南的透天房子还是全国来讲都还是算数一数二的。哇，所以就是有你们在坚持啊，恁坚持讲要甲迄透天的，还是讲一寡厝起好好，啊，别人看到讲啊，我起比你较歹，啥要甲我买啊，对不对？所以这样子互相的竞争之下，你们还愿意把这个把关，帮民众把关，做这个好品质，对啊，来行的嘛是会买。而且很多民众会想说，我买房子，当然他就想说便宜，可是便宜有时候想到会是说，你的建材什么可能就是像你刚刚讲，有80块的啊，然后也有2000块的瓷砖啊，那这样怎么讲？然后马桶也有几千块跟10-20万的，对不对？对呀，这个当然就是这个等级跟它后续的这个保固，或者是说它用起来使用的舒适度跟整体都一定会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台南的建商，像你们工会里面，应该大家都很坚持，对不对？对，所以就是坚持品质这一个就是。你们有信誉了以后，那这个大家在购屋方面，就是其实刚才2位讲到重点，其实就是找这个有品牌，然后真的是他盖出来的房子可以大家去参考一下。所以这样子就是说，很多人买预购屋会害怕说，到时候 key 出来是什么品质，那就是要找这个有保证的、有品牌的建商啊，对不对？好，那像刚才一开始的话，就是詹迪市长就有提到这个那个 COVID-19 的这个。疫情的影响嘛，那到底这个疫情的影响对我们的房市，因为现在也不晓得疫苗到底有没有成功有效，会到什么时候出来？那这个对我们的房市到底有没有影响啊？我们台湾目前就是说疫情控制的还算好，对不对？对，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感觉，可能是我们在这个媒体新闻一直在看到国外的这个流行情形很严重，非常的不可思议，而且死伤那么多。那在台湾，我们觉得我们很幸运的，就是我们几乎也没什么感觉。每天看到大家在外面聚会等等，可能是我们对这个口罩使用的这个方式我们台湾有独特的这个管理自我管理的模式，民众都很配合所以我们其实新冠肺炎的东西对房地产来讲，本来当初一开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以为惨了。这样房地产可能都没有人来看房子。曾经有吓一跳，说没有人要买。大概1个多月以后就没有这种状况了。所以一开始其实还是还是有影响到，就是有很多人不敢去，对不对？那只要不遵守嘛，对。你到现场来的时候，就是量额温，或者是这个在温度控制，还有口罩。那其实所有的销售行为还是继续。所以后续1个月后就没有什么影响了，对不对？你们的建案也是这样子吗？对，因为在3、4月刚开始的时候嘛，那时候整个氛围很差嘛，所以几乎都没有来客数，几乎全部大家都没有出门嘛，对，大家都不敢出门，所以都没有来客数，全部都没有。那到4、5月以后，就慢慢趋缓以后，大家就会都有出来，那来客数就慢慢持续的有恢复到正常，到后半年才又开始加温了。那我就觉得，因为房地产这个行业很明显的，我那时候在讲，我说那时候我在和万国谢董聊天的时候，他就一直讲说他惨了，他的，因为他是做行李箱，万国通路，对啊，万国通路，他说大家都不敢，大家都没有搭飞机，大家不买行李箱啊，所以他真的全部他的影响是非常大，他真的有影响到。对啊，那我们的产业是不一样，他是走在产业最前面的，他是直接面对客户的，对，所以他们非常严重。那我们的产业是在景气后的，所以说你事情发生了以后，你一定要到经济很大的影响以后，然后我们景气端是最后面才去接受的。所以说你已经没钱了，没钱到要卖房子，我们才会去
那个是去，所以我们是走在景气最后面，所以这次我们因为景气没有真的荡下来，所以我们的影响就是还没有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感谢我们政府的这个疫情控制的非常好。对啊，大家都很感谢。尤其我们主要是内需市场，外国人来我们买房子基本上是不多的。对啊，是来旅游。最主要还是内需市场，所以内需的话影响是比较小的。我有很多亲戚在美国、在加拿大的，现在都关在家里。都关在家里。然后我们有时候会电话，然后会传赖什么。他们都从美国、从加拿大都非常羡慕我们台湾。他说我们台湾为什么每天还是一样在那边吃吃喝喝，对，还是一样，好像都没事一样，对不对？全国性旅游，然后这个台湾太，所以他们那边真的疫情很严重，都不太敢出门，就对了。哇，那他们有没有很想再移民回来？希望疫情赶快结束啦。对，很多人都有回来啊。对，有很多人也是很多回来。哇，所以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呢，这中间听起来，我觉得我们台南市在2位理事长还有你们工会大家努力之下，其实我们的这个台南的建案真的是，在全国各地盛行的。以及棒的都是盖的品质非常好，有品牌的哦。然后所以呢，在这边购屋外，而且价钱好像也比其他县市6都里面算是比较便宜的，所以真的是很适合是宜居的城市，对不对？哇，所以今天听了这么多，觉得很开心哦。而且我相信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觉得，这样子我们台南市是可以在这边买房子的。但是我想如果要让我们大家可以买到更优质，然后价格更棒的房子的话，是不是我们的政府方面有一些你们对他们的建议？像刚才一开始郭理事长也有谈到嘛，对不对？比如说可以开放这个外劳来帮忙做一些工地的工作，那钢级的岗来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请2位理事长呢来跟我们的政府做一些建议？来，先请詹理事长。好，谢谢。那个第一点我喜欢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跟政府做一个沟通，也能够有一些建议第一点，我们希望在市政府的整顿红单的这个买卖的这个风气要稍微加强一下力度。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我们愿意配合，但是我们希望它是纠正，而不是打房。这是2种事情，不要因为这个红单炒作的风气，导致变成把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把它认为它是一个罪恶的这个源头，然后来打压，这是不好的。对，我们希望说纠正取代这个打房，这样是比较好。要多一点力度啦，起码力道不够。第二点想跟市政府建议的是说，过去我们不是台南很少人，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什么叫凤凰城。凤凰城其实就是台南的以前的最有名的树。所以我们才叫凤凰城。那我们希望说建议市政府把凤凰城的感觉把它找回来。也就是说，你现在在台南市大台南地区，到处看凤凰树越来越少，对呀，并不多了。对。那我们怎么把这个找回来？就是说大量的植栽。那因为凤凰树可能在道路上面可能会串根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可以给它集中在公园。或者集中在志洪池附近，是大型的这个大片的土地绿地，马路大的话，它这个行道树也可以。那我们记得苗栗新竹那一带，他们5、6月的时候就有个油桐花季。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延续呢？大家都记得凤凰花开就是6月到7月，对。那可以延续这个油桐花季。完了，你们呢也可以到台南来，玩凤凰花季呀。对呀，对不对？这是很好的，而且对市容也不错，对观光也有提升的价值。对，那整个台南市的味道，一到6、7月、7、8月，凤凰花开，很漂亮。对，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没看过了。对，所以我们要希望把凤凰城找回来。是。那第3点就是我们的安南区一般都知道有很多比较不合理的容积率，像有110的、120、130、140，比比皆是。是，但是这样的容积率是不够用的。
如果以现在的一般人的透天房子来讲的话，大概就是那个30平地啊，30平乘以这个容积率的话，你只能盖到那么少的坪数。对。那我们希望市政府能够开放容积率，检讨让它局部增加。我们也不要求市政府给我们很多，180就可以了。180，因为180就可以盖到3楼了。那这样的人口数来做3楼的房子比较合理性。是。那也比较不会去鼓励到这个买房子的人买到110到130、140的这种容积率，结果他会做什么事情？二工。他会做违章建筑的这个施工法。对啊。然后你政府才要来用施工队去违章。对啊。那不是砸自己的大腿吗？对。你如果合理性的把容积率提高到180，那从110、120到180的这部分，让这个建商我经营者，我们愿意去缴回馈金。缴回馈金给市政府。是。然后这部分容积率提高到180，这样。比较合理的住宅空间会比较好，而且这样3赢呢，建商赢，然后市政府赢，民众也赢啊，对不对？对。那第4点就是我想说点亮台南的这个味道。我们如果坐高铁常常经过台中、高雄、台北就不用说了嘛。一片灯红绿嘛哈。那你到了台中，到了高雄，也看到的都是那个城市的亮点，非常的有那个新鲜的感觉。对。可是到了台南，为什么到台南晚上都暗暗的？对。就是我们的大楼，我们建议的说，以后的大楼是不是要有灯光计划出来？然后经过市政府的审查，像这一类的，诸如这一类的。那这个古迹，我们台南有很多，我们是古都嘛。对啊。有很多的古迹。古迹也要把它点亮起来。这样子。更有那个观光效果。对，真的就有亮点。希望这几点能够这个得到这个市政府的支持，这样子。对啊，这个建议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是代表我们工会这么多的会员呢，500多个哦。好，来郭理事长。谢谢主持人，感谢有这个机会哈，让我们在这个平台跟市府来建言一下。是。那因为我也呼应刚刚詹理事长讲的，因为台南市的容积来讲，真的是我们6都里面最低的。最低的。它目前来讲，真的是6都最低的，而且它已经使用过度了。我们一些学者都一直强调说，容积还没用完，不能加。可是我是觉得它不是没有用完。我们现在他们都说我们台南的人口没有增加，所以容积是够的，它是用总人口数去算，它是用这个下去算。可是你问题是总人口数去算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市区的容积比较高，以前的老旧房屋它已经都比较高了。那问题是老旧房屋它里面没有住几个人，你去乡下看，你去市区看，有些老房子里面只剩阿公阿嬷在住呢。小朋友都搬出来啊，你孙啊嘛不可能去倒下躲，所以它的容积高没有错，问题是它只住2个人。对。小朋友他已经搬出去的，他就势必要去再找房子，所以他是2个老人就占了他们一般6个人或者6口人、8口人以前的容积，他就把它占住了。那你有可能把它拆掉重建吗？不可能。所以基本上我们容积是不够用的。那一些我们用总人口数去算的话，基本上不公平。而且我之前在长荣大学的时候，我有跟那些研讨会的时候跟他们讲说，容积基本上我们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对，所以希望市府你们要珍惜它。你去把它盖透天的你去盖100户透天的房子，因为你的容积太低，你只有180，你只能盖100户透天的。那问题是你一样这一块土地。2000坪来讲好了，你去盖了100户透天的1户20坪，那问题是你如果把它容积拉高，拉到不要说像高雄一样800，你把它拉到400就好，我可以来盖大楼，我们建蔽率算50就好，是，我来盖20层的大楼，我可以容纳100多户，而且我还有500多坪的绿地，对，让土地可以呼吸。我觉得这种观念我们应该
渐渐要去更正，因为一样1000坪的土地，你把它盖成透天以后，你虽然说有退缩建蔽率60%，你有40%，他就说啊，你有40%的空地，问题是现在的透天大家要停车啊，我的车要停，我的头壳就空起来啊。你刚透天的早有几间房子里面30坪的你去看，20坪的你去看，里面可以种树吗？不可能、啊。对，不可能。对啊，所以它土地也没有能够呼吸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你把它容积拉高，建蔽减少，让土地活化，而且可以做一个比较大型的像绿地啊、绿化、水池啊、开放空间等等。对附近的社区都是有好处的。不要一直纠结在我们是古都，我们不要盖大楼，我们就用平房的下去发展，因为这个东西很可惜，你平房盖了以后，你还是会最少50-60年以上，就土地就占住，你要都更要重盖不可能。那你土地盖了以后，你以后要恢复也不太可能。所以很可惜，我觉得我们要去重新思考我们城市的定位。去把它土地来活化，把容积提高，让土地能够多使用度不要那么高。留一点土地让后代子孙用，不要一直把它盖完。所以其实有一些政府的政策，它是要随着时代的潮流来变，对不对？然后其实也可以透过一些再设计，让它，比如说他希望我们是古都要绿化，其实也是做得到的，对不对？好，所以2位理事长的建议呢，就先给我们台南市政府来做个参考喽，要好好的来重视有这么多会员跟民众啦哦。好，那我们再一次呢感谢曾理事长到节目当中，也谢谢郭理事长。好，咱启明西下这帮内的底下各集团了，我是秦碧纯，咱再会。